100年老饼店雪花灾发生火灾，今日半暝3点外时阵呢，这店面2楼当作徛家使用的灶卡来导火烧，消防队出动分推车，把头家等6个人救出来。早起业者是强调讲，会正常出货，影响不大。 消防员直接抓水，现场是一片凌乱。2号半暝3点外，台中丰原中正路一栋5层楼高的面体发生火灾，有民众伫咧厝尾顶受困。消防队得到消息到现场出动云梯车来救援，看有没有火，还有没有火苗这样。哦，啊，你有看到他们跑上去吗？还是？没有啊，他们就坐这个云梯上去。我们是5楼。5楼啊？对，因为烟已经起来啊。啊，我女儿说妈，那个不知道什么烧起来了，烟一直上来了。啊，我想要去看，可是看不到了。 消防队协助6名住户顺利脱困，其中一个记识清楚，预防性送医，无大碍。这个火灾地点是台中丰原100年知名饼店雪花斋，1楼是营业店面，而这5楼作为主体使用。起火点疑似伫咧2楼的厨房，烧的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尺，火势真紧就去拍花。 早起业者是赶紧来摒扫盘点，强调对于整体的生产、制作、包装影响无大。因为我们现在的包装都改那个脱氧包装嘛，防护做得蛮好的了，生产啊、制作啦、包装啊，影响都不大了。业者怀疑真有可能是主体2楼电器伤多、电线走火所引起的，但是详细起火原因，火调人员已到现场了解厘清当中。记者台中报道。